講起香港人認識客家文化，好多時都係由食客家菜開始，由皮脆肉嫩嘅客家鹹雞，到香氣四溢嘅釀豆腐，呢份紮實味道陪伴住唔少人成長。隨住時代轉變，傳統客家菜館喺鬧市買少見少，但每一道堅持手工嘅菜式，正正體現出客家文化堅韌不屈嘅靈魂。客館全新進駐鑽石山荷里活廣場，由鑽石山港鐵站 C 出口出發，上3條扶手電梯直達商場3樓，轉彎向後面行到商場另一端，就會見到我哋客館鑽石山新店。呢度將地道客家風味原汁原味呈現，等你每一口都食得出傳承嘅人情味。要品嘗最正宗嘅客家情懷，廚師特別準備咗多款招牌菜同埋新店驚喜。傳統沙薑雞，外皮金黃亮澤，廚師特製沙薑醬汁，帶出雞肉鮮甜，皮脆肉嫩，鹹香經典。新店獨家鮑魚瑤香雞，大廚用秘製醃料搽滿成隻雞，鮑魚配料塞入雞入邊，用錫紙包好高溫窯製，雞肉同埋鮑魚精華交融，新鮮甜味層次分明。客家土豬扣肉採用全新配方，用冬菇、吊片、蝦米代替梅菜，五花腩油脂均勻，肥而不膩，油潤迷人。呢一味客家炆豬肉，用咗古法南乳炆煮，醬汁鹹香濃郁，配搭爽脆客家酸菜，酸鹹平衡，肉汁軟腍入味。家鄉小炒王，極之考驗師傅嘅火候控制。大廚先將部分配料落鑊炸香，料頭落鑊爆香之後，快速將所有配料爆炒至香同埋乾身，鑊氣十足，將海味同埋鮮料嘅香味發揮到極致。客家煎釀豆腐，將豆腐切開，再將肉餡釀入去，再落鑊煎到金黃色，跟住加入濃湯、大地魚粉同埋蠔油，慢慢炆到收汁，令每嚿釀豆腐都吸飽晒汁嘅鮮味。脆皮炸大腸，要將大腸蒸超過60分鐘至徹底蒸熟，之後淋上橙紅色嘅皮水，再吹乾。喺高溫油炸嘅過程，師傅要精準控制油溫，盡顯功架，令外皮酥脆，內裏軟糯。要將菜式嘅味道發揮到極致，試下以下呢2款配搭。第一款講求一脆一嫩，酥脆甘香嘅炸大腸，同埋滑嫩嘅煎釀豆腐喺碟上面碰撞，濃郁嘅煎豆腐醬汁滲透2大功夫菜，豆腐嘅清香平衡炸大腸嘅油脂，口感細膩。第二款就係最強嘅餸飯拍檔，入邊係將肥美軟糯嘅土豬扣肉融入海味鮮香，連同配料淋上熱辣辣嘅白飯。另一邊就將古法南乳炆煮嘅鹹香豬肉，伴隨住酸菜嘅精華野味登場，兩邊各自同白飯完美交織，將餸飯嘅口感提升到極致。客館進駐鑽石山，初心不變，廚師堅持手工烹調，守護家鄉味道。不論係家人團聚或者朋友聚會，呢度永遠提供最正宗、最溫暖嘅客家體驗。詳細地址同埋新店開張優惠，請查閱下方嘅資訊欄。欣賞師傅傳統手藝嘅你，歡迎讚好、訂閱頻道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下一集我哋會變身成為客館廚房，帶大家深入廚房種地，由師傅親自教大家煮2道客家傳統菜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